各位，為咗紀念啟德機場啟用100週年，國泰航空喺下午安排一架 A350-1000客機喺維港上空進行低飛演示。而家係飛越緊中環、灣仔、北角，去到接近啟德體育館。咁係為咗重現昔日飛機穿梭鬧市嘅壯觀場面㗎。我哋而家睇下現場啦。飛機呢係會低飛去到啟德主場館鄰近嘅上空，咁係為咗向啟德機場去致敬。呢一次嘅飛行係標誌住香港航空業100年傳承，亦都係啟德體育園第一次成為香港國際7人欖球主場嘅特殊時刻。而家見到 A350-1000客機係飛越緊呢個港島嘅上空。不過觀賞嘅市民可以留意下，低飛咧係唔會好似之前啟德機場運作嘅時候喺頭頂飛過咁近㗎，咁而係會同舊年國產航機 C919飛越維港嘅時候差唔多咁高。可以睇到，而家客機係低飛緊，飛越緊維港嘅上空，咁係會以1100尺嘅飛行高度飛越維多利亞港。咁1100尺係折合大約335米，就係矮過高484公尺嘅環球貿易廣場，亦都係會低過國際金融中心2期嘅415米。咁航機呢係會途經北角、西灣河去到鶴咀一帶，跟住再返機場。咁客機喺起飛之後呢，會沿住中環同埋灣仔咁進入到維港一帶。咁其後就一直向東飛，去到啟德。咁去到啟德上空之後呢，就會繼續去將軍澳方向前進。咁航空公司就話呢一次嘅飛行係將昔日飛機穿梭市區嘅集體回憶，以現代嘅方式呈現眼前，喚起香港人對啟德機場嘅情感連結。見到而家A350-1000就喺維港嘅上空盤旋。咁再講返，啟德機場係自1925年嘅1月25號啟用，咁一直都係香港航空史上嘅重要地標，係直到1998年先至完成佢嘅歷史任務。咁今年呢，就係佢哋啟用100週年。咁喺啟德機場啟用嘅73年啦，就見證住香港嘅無數喜樂。昔日飛機降落嘅時候，九龍城一帶嘅居民呢都會俾引擎嘅聲震到好大聲㗎。咁亦都可以好同時見到好難得飛機喺頭頂飛過。咁呢一日呢，就係為咗紀念當時每一日都會出現喺居民上空嘅場景啦。啟德機場呢係以佢極具挑戰性嘅着陸航道聞名，咁航班係需要喺密集樓宇間穿梭降落，咁都因為咁啦，而成為唔少市民同埋航空迷心目中難忘嘅風景嘅。再提提大家，我哋而家睇緊嘅現場係國泰航空嘅客機低飛越維港上空，係為咗紀念啟德機場啟用100週年。咁根據一啲網站嘅消息，最低嘅時候係只會得900幾尺。咁民航處亦都話，為咗配合國泰今次嘅飛行演示，咁今日嘅下午，維港一帶係會設立臨時飛行限制區，禁止包括無人機、航拍機、模型飛機、風箏同埋其他嘅大量氣球等嘅飛行活動。咁警方提醒，任何人如果喺未獲授權下放飛小型無人機，係即屬違法，最高可以被判罰款10萬蚊同埋監禁2年。今日嘅天氣都比較多雲，但係都可以清楚咁樣見到呢一架 A350-1000客機喺上空盤旋。今日適逢係演示航。今日嘅演示航班又適逢係香港國際7人欖球賽第一次喺啟德主場館嗰度舉辦，所以都係有特別嘅意義。咁而家客機係喺港島嘅東邊，
預備兜圈飛返上維港。咁再提提大家，雖然今次係低飛，但係咧係唔會好似之前啟德機場運作嘅時候，好似喺頭頂飛過咁近，而係同舊年國產航機 C919飛越維港上空差唔多咁高。咁但係最低咧都會去到900公尺嘅。再提提大家，我哋而家睇緊嘅係為紀念啟德機場啟用100週年。國泰航空安排一架 A350-1000客機喺維多利亞港上空進行嘅低飛演示，將會飛越中環、灣仔、北角，去到接近啟德體育園。呢度得唔得啊 ？OK， 呢個位盡啦，呢個。咁而家客機係準備 U-turn， 飛翻去維港。因為你歪啊！今次係向啟德機場呢一個香港人引以為傲嘅傳奇機場致敬。呢一次嘅飛行亦都係標誌住香港航空業百年傳承。咁今日啦，呢一架 A350-1000客機係喺香港國際機場起飛，以低至1100公尺、1100尺嘅飛行高度飛越維港。客機起飛之後呢，就係會沿住中環灣仔進入維港一帶，跟住一直向東飛去到啟德，再喺啟德上空低飛，之後呢，仲會去將軍澳方向前進㗎。咁飛到去東龍洲一帶嘅海域之後呢，就會掉頭沿住同一路線返程。航空金師話：今次嘅飛行係希望喚醒大家嘅集體回憶，以全新嘅方法去呈現喺香港人嘅眼前，喚起大家對啟德嘅一啲情感連結同埋一啲嘅回憶嘅。咁再講返。今日飛行嘅相關資訊已經係透過 SUA 一站通無人機平台同埋航行通告發布，咁確保嘅空域安全。雖然今日比較大霧同埋多雲，但係相信喺維港兩岸嘅市民啦，抬頭都可以清楚咁樣見到呢一架 A350-1000客機喺低空上面飛過。今日亦都係啟德體育園第一次成為香港國際7人欖球賽主場嘅特殊時刻。咁再講返，啟德機場係自1925年1月25號啟用，咁一直都係香港航空史上嘅重要地標。去到1998年先至完成佢嘅任務，跟住呢就全面搬咗去赤鱲角嘅香港國際機場。而家飛機又去返維港嘅上空，咁而家回航嘅路上呢，最低係得1300尺左右，係會低過啱啱飛嚟嘅時候㗎，高過啱啱飛嚟嘅時候㗎。最低可以去到900幾尺，咁係會大概1100尺嘅飛行高度飛越維港上空，咁係矮過484公尺嘅環球貿易廣場，亦都係矮過國際金融中心2期嘅415米。咁航機係會途經北角、西灣河去到鶴咀一帶，再返機場。咁而家可以清晰咁樣見到。客機係喺維港兩岸中間低飛咁樣飛越維港。咁舊啟德機場73年嚟係見證住香港起落。咁以前飛機降落嘅時候呢，九龍城一帶嘅居民都會聽到引擎嘅聲音，
亦都可以好難得咁樣睇到飛機喺頭頂嗰度掠過。咁今次嘅低飛就係為咗重現當時嘅場景。咁舊時航班係需要喺好密集嘅樓宇間穿梭降落。咁今次嘅喺維港低飛，希望都可以帶返呢一啲回憶俾香港人。再提提大家，我哋而家睇緊嘅現場係為咗紀念啟德機場啟用100週年，而國泰航空喺今日下午安排嘅客機低空飛越維港上空。現場情況我哋先睇到呢度，先休息一陣，轉頭返嚟有其他消息。